乡亲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本嘅福喜类呢个节目。哇，大家都知吼，你个适应嘅吼，大家又强下来打热球，系讲大家有时嘅朋友咧是做得去到米朗类强下，然后记得强下来看热球嘅比赛哦。美丽，你下咧讲嘅是喺呢度适应嘅个七色面嘅国际少棒嘅比赛。不过，了只比赛其实我按先讲系要一群人。强下来3万大饼的，所以今日绕墙的来比赛，记得个指讲吼，一开始绕墙个第一个指讲系你个大红分享。大家好，你好，我是郑达宏，很开心来到这里。耶，听到个绕墙系你个魏凯，大家好，我是维凯，今天很高兴来到这边。耶，欢迎维凯哈，听到个绕墙系你个钟安。大家好，苏门宁安子 C， 我是钟安，很开心来到这里。钟安每次一讲话，我们好像大家都觉得他很有喜感，对不对？外表帅气，内心说话的音调了，说话的音调。不过今天很开心可以欢迎3位来到这边哈，你们3个坐在那边，那个气势了得，然后非常有正能量。你们自己有这种感觉吗？还是因为你们都比较高壮？还好吧，因为我们也是刚认识而已，刚认识不久而已。看起来感觉3位已经很熟了哈。不过你看今天很特别哈，你看3位真的好乖哦，就是有没有很好 Q？ 我们前面拿了一个牌子，其实上面讲的就是你们的丰功伟业。因为担心你们太害羞，所以我们把你们的丰功伟业写在上面哈。你猜的有点太少了，他应该是到这边真的是害羞应该3层了，3层是。不要急，等一下你们可以互相做补充，现在小改提一改。因为达宏是我这边哦，我们看到达宏就觉得达宏也是，我觉得你的名字跟你的脸很搭配，跟你的身材也很搭配。达宏有没有？你看好像很有 power 的那种感觉。你讲一下你的丰功伟业，今年是第9届的比赛，所以每这个比赛奖品都是你提供的。那个时候是因为师母她因为徐总嘛，他之前很照顾我们，然后徐总去世之后，师母就跟我讲说，其实也是阿凯跟我说的啦。阿凯是说那天就跟我讲说，可不可以我们捐给圆棒鞋那样，那个徐生敏杯。然后我想说好，那我们就因为徐总很照顾我们嘛，然后我就把我们第3届开始我都捐球具给徐生敏杯这样子。每一年，所以今年一样，对，会一直持续这样子。对，会一直持续。你看哦，这听起来是一件很感人的故事，对？他每一年都捐奖品呢，对不对？你都没有后悔过？不会啊，因为我们过去看徐生敏杯，就看到那些小朋友，就当做自己小孩子一样，就感觉到很快乐。真的，看他们对。你觉得你没有后悔过吗？我怎么觉得他想要扯你后腿？对哦，没有。他一开始说实在话，他真的还蛮照顾我们这个球员的。然后他就跟我们讲说，徐总师母那边需要我们帮忙，然后我们就没有2句话，我们就直接帮忙师母这样子。我觉得这也是球员精神呢。而且因为你了解，所以你觉得大家要互相帮忙，一起把这东西给撑起来。徐总在当教练的时候，其实对我们虽然在球场上是很严厉，但私底下对我们真的非常好。是，对他只要说你在球场上是要有态度，你态度拿出来，其实说你私底下怎么样都没有关系。对。那你私底下有怎么样吗？私底下很乖。你真的？私底下很乖。不是你这个可能要我的意思是说不行。我的意思说私底下徐总他都会跟我们很多的互动，他不会说因为场上你发生不好的事情失误啊怎么样，在私底下说就用责备的方式骂你，他是一样是很好的，就当做自己爸爸一样，然后可以跟你们聊天那样子。讲内心话那样子，好感人哦，真的。可是你这边写说再苦都要杀一只猪公，所以你为了要捐这个，等于是你用猪公存钱的方式。没有，那是说实在说是我老婆。然后我老婆她每一年从第3年开始，她存个猪，就是把剩余的钱就存进去，她当做是要给徐生敏杯，然后当做一个买奖品的礼物给大家这样子。然后后来我是职棒在后面3年的时候，我看到我老婆说，为什么你有一个猪在？她说她捐给徐生敏杯，我就觉得说，我老婆怎么会有那么好的那个想法，这个捐给徐生敏杯这样子。然后师母知道之后，她就非常的感动。对啊。然后每一年，我们虽然是已经离开棒球界了，现在当教练，然后就觉得说，师母就说啊，你没有那么多薪资的话，没有像以前那样的，你就可以不用再捐给原棒那个徐生敏杯了。然后我就觉得说，我老婆就说，要不然就
很开心，因为徐总真的很照顾我，所以他就每年都会给师母这样子。所以意思就是再苦都要杀一只猪公，对不对？好，每年都这样存，你看这真的很感人，很了不起。对，所以这个是打hon的部分，对不对？好，我们其实丰功伟业不是只有这2条啦，其实那是心意啦，对不对？哈，所以这个维凯理事。对，因为我们知道，就是KC 徐生明杯这个少棒国际的这个赛事，其实不只是打球，它其实有非常多周边的活动。对，像师母会提到有拔萝卜啊，对不对？哈，画纸伞呐，还有更重要的是，我们有一些棒球小教室，对不对？对。听说这个棒球小教室，什么知名的这些球星的邀约啦、募款啊，什么，全部都是你负责的。其实没有那么伟大啦，你人脉真的很广哎，不是人脉，就是其实就是真的是大家是看徐总的面子啊，是，对啊，我只是想说，因为师母这个人比较害羞，他不好意思去麻烦球队啊，或是去问球员说啊，你可不可以来这样子，所以我那时候跟师母讲说啊，没关系，这种厚脸皮的事情就交给我处理就好了，就我来开口，剩下你就不用管这样子，可是真的是。到目前为止，就是我遇过邀约过的每一个选手，就是其实他只要听到是徐生明杯，然后是师母邀约的，其实完全没人拒绝过这样子，对。所以你也还好嘛，你就是我真还好啊，太直接了，我是真的开玩笑，开玩笑，真的还好，真的，因为师母很难沟通，谢谢他，谢谢他，你都找那么多人来，我都没有跟他讲说没有啦，都是没有。其实我觉得维凯是客气啦，刚刚是开玩笑，其实这中间其实老实说，你要跟人家开口，其实就已经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对，我觉得除了维凯的人脉很广，我觉得也是因为你对这件事情有心。你知道我们访问师母，其实小朋友很期待的就是像这些棒球教室，因为他们可以看到他们自己心目中的那个英雄，然后可以近距离的接触这样子。那我觉得这是大家共同成就，所以这是维凯其实负责的部分，对不对？是。你的丰功伟业，你还有没有要做补充的？因为他们刚刚说这么长。这么长吗？我看一下再拉下来。对。就是协会这边，它会有时候会需要一些宣传啦、行销啦，然后一些媒体规划的部分这样子，都是你负责。对，就要协助这样。我觉得你们真的就是我们看不到的那个幕后英雄，对不对？今天终于看到本人这个真面目了，真的就是幕后英雄。对，戴口罩算幕后啊。算。好，我们现在要介绍我们第3个幕后英雄来，钟安。是。听说，你看起来这么斯文，然后这么帅气，可是我没有想到，所有的是什么行政企划都归你管也不是归我管不是，就都你协助很多。协助啊，对，就是像上面指示的嘛，对，理事长交办的事情，那我就是做好这些分内的工作。对，就这样子。对，其实还有最佳主持人啊、救火队啊，都是你。其实我知道你还是小天使。是没错啦，自己我能帮你放上去，你就拿很长这样子，其实更长。刚刚其实提到就是说行政作业，其实师母本身她我这边可以直接就是先跟大家分享，因为师母她在自己本身是家庭主妇，对，好，那她其实都在这个方面其实没有非常熟悉。所以只是因缘机会下认识到师母，也是泰山介绍的。所以泰山哥介绍你们。对。然后我也是在新闻上看到师母的新闻，然后被感动到。所以想说，我在北部，然后也可以协助师母这个区块。那南区还有一位志工叫永琪，那我是在北区的部分来协助到师母行政这个部分。对。那刚刚提到就是说，在是救火队，跟其实也没有什么救火队啊，是在活动的时候。在主持上面啊，一些活动啊，这些都是会协助啦，因为我们有能力就多帮忙协会能做的一些事情。我觉得也是呼吁喜爱棒球，然后也认同徐生明协会的这些观众，也一同来支持。因为其实我们也是小小的螺丝钉，有大家支持，我们才能够做更多的事情，也照顾到我们这些美浓，然后以及热爱棒球的这些小选手这样子。一个大的机器就是由这些螺丝钉所组成的。我们一个螺丝钉都不能少，对不对？少掉一个，那个机器就没有办法运转。对，还是有分啊，螺丝它的螺丝是比较大的，螺丝生锈的，螺丝比较小的。
会卡住的。哎，认真，严肃一点哈。我们说刚刚好不容易严肃了，我觉得他刚讲那段话应该捋很久了。我刚才其实给他机会讲，因为他应该是背很久，所以刚刚把它讲出来。没有，我觉得大家都开玩笑。你看，我觉得有时候在球队里面就会有这种幽默，我觉得喜欢运动人也会有这样的一个幽默感。其实你看，大家明明就这么的感性的付出，我为什么要说感性的付出？因为我们刚刚说钟安其实是因为泰山认识师母，其实维凯也是啊。是吧？我不是。你不是吗？我不是。你不是因为泰山哥跟师母结缘的？你这个算是吗？我这个有点离奇耶。我这个，对你讲一下你离奇的故事。这个就是这个，因为其实师母一开始我是完全不认识师母的，然后其实我也不认识徐总。对，我是跟泰山这就是因为泰山啊，对啊，可他们直接介绍我认识嘛。OK， 是，这是师母，作为一个你们两个了解，对，你讲一下离奇的故事。那是之前就是徐总过世的那一天呐，就是刚好我跟泰山在台南吃饭，然后那时候就是看到就吃饭看到徐总的新闻这样子，就是过世的新闻，然后因为那时候其实。泰山那时候其实跟徐总他那时候还是有心结，对啊，所以我那时候在吃饭的时候，我想说那可能就这样子啊，结果我就看到就是泰山就是边吃饭边滴眼泪，就是那个饭一边吃，然后眼泪一边滴在饭里，然后我就想说我说怎么就是什么状况怎么会这样子，然后我其实那一幕一直记在我的脑海里的，然后后来我到球队之后就想到这件事情。我就刚好到义大，然后就想到这件事情，然后所以也是后来我再主动打给师母，去跟他说，我想要办一些活动，然后想要师母看能不能过来配合这样子，是因为这样才认识的。你看，这就是一个缘分我觉得是你有心因为你先跟泰山很熟，所以你知道这件事，然后你放在心里啊。有一天你到了义大，然后你想起这件事，你就主动联系。对，所以难怪每次访问师母的时候，师母都说他身边很多的贵人，其实你们都是那个贵人哈。还有豆豆改故事走的，让你改乡亲朋友的分享，大家先聊下，你等下再来讲。到番禺走在绕墙的，你讲七圣咪绕 Q 发展协会改3位志工吼，对，其实就是幕后大英雄啦。其实平常还是有自己的事情，比如教练啊，对不对？然后其实平常都有做自己正在做的事情，但是同时又是这个发展协会的这个幕后英雄，所以今天真的非常开心，走在绕墙头上改了都聊片，我觉得这个球队就是不一样，球员就是不一样，教练也是不一样，那个散发出来的那个能量。跟那个质地，我觉得很有 power。我自己访问你们自己的感觉是这个样子。不过上团节目你有说到，就是说其实那个结缘是一个很离奇的故事。对，听说你还办了什么感恩日的什么活动、球赛什么的。对，因为那时候其实在球队的时候是想说，就是可以，就是你在球队会每天在想说每个主题要办什么这样子。那其实后来有一次，我就真的想到泰山那个场景，然后我就打给师母，然后因为那时候其实师母她就是完全不认识我，然后他接到电话说啊，你要办徐总的什么日这样子，我说他跟我说他一开始跟我拒绝了3、4次吧，他说他人都已经过世了，他说真的不需要没关系这样子，那后来我打给师母，我跟他说我是泰山的朋友，我说我只是想要帮泰山还这个人情。我说你相信我，你让我做，我会把它做得很好。那因为对我来说，我不想要消费徐总，是因为如果大家有注意到的话，我们那时候主题是感恩日，而不是徐总日。因为我跟师母讲说，我觉得人就是教练他已经过世了，可是比起这个名字更重要的应该是他留下来的精神。我想要传递这种感恩的心这样子，然后让所有在义大待过的球迷、球员，然后大家可以就是把这个精神传承下去，这才是我想做的东西。
然后后来师母他就亲自跑来球队找我一趟这样子，然后我们聊一聊，然后才真的就把这件事情做下去。然后结缘一路就到现在。对，对，分不开了。跟对，谢谢小事啊。哎，我觉得你看，这就是人跟人之间的缘分，然后再把这个连接给连起来，然后那个网络就越来越大，越来越密集。就像刚刚周安讲的，如果今天有在看这个电视节目的所有的朋友们，其实大家一起来成为那个螺丝钉，把这个网络越织越密，越织越大，然后发扬，我觉得在台湾其实可以发展的很好的一个运动，对不对？是吗，教练？没错，可以这么说。哎，这是我们的骄傲，哎，对不对？可总觉得好像有很多地方可惜了，很多的缺口在那边，我们应该要把这个网络给织起来。不过说到这边哈，我们其实有很多的艰辛是可以谈的。我们就先谈离我们比较近的。你看我们在座的各位，我们全部都戴口罩。你知道疫情现在是我们的全球经验，对不对？哈，我们可以说是全球的人都一起经历了这一件事情。所以因为这一次的疫情，其实也让我们整个活动的发展也变得更辛苦，会不会钟安？因为你看你负责这么多，你帮师母这么多，是对，然后又要当主持人，又要救火队，然后现在又遇到疫情。看到很多艰辛，因为其实从去年开始，疫情就是这样子发展下去。其实疫情会影响直接的是到协会是募款，好，因为其实各大的企业或是说小厂商等等这些，在募款方面相对的会比较困难一点。对，好，这个是第一个会直接影响到协会这个部分。那当然是说在疫情的这个底下，那我们在办活动有很多非常要注意到的。好，不管说，因为我们总共是32对小朋友，大概就700-800位，然后再包含工作人员这些，其实这个人数是非常多的。对，在疫情下要去办这样的一个大的活动，除了经费，好，你投注的要更多。那在工作人员这些，然后还有疫情的要依照疫情指挥中心办大型活动的这些疫情的这些规范，我们都要特别的注意到。因为协会不能够这样在疫情下有发生这样的一个所谓的破口。好，所以这个是我们会战战兢兢的。所以，工作人员这边当然还有包含，就是说，李先生我们的这个压力会非常的大。对，这个是在这个疫情下这个会比较直接凸显出来的这个状况。钱很现实嘛，对不对？好，我们知道办活动就是需要经费嘛。另外一个就是说，你会担心你为了办这个活动会不会有任何疫情的破口？是，对，那个心理压力也很大。然后到底要办，然后说真的，疫情每天都在改变。你很多事情不能预测啊，你办了，其实你也需要一些筹备期。那到底要怎么做？所以也是一直不断的在调整。对，那像刚刚那个钟安就讲到募款很辛苦，对不对？因为募款这边也是维凯负责，是吧？我会协助啦，协助，不要说。所以也算是辛苦。所以算是很辛苦。不过我们刚才说到你刚刚说那个感恩日，其实你那个感恩日是不是你要办的那个感恩日？你跟师母聊了很久，可是中间是不是还有许愿？就是你做了一个什么？就是那时候是因为我们其实把所有的精力几乎全部都耗在上面了，就是包含就是选手打到水站嘛，就选手的球衣啊，然后就是义卖啊，然后整个球场的布置，所有东西其实我们都安好。可是那时候就刚好遇到台风，那这件事情其实对我们来说就是很硬啊，因为那时候真的台风来，它只要一停赛的话，我们等于是完全没有机会再办，我们所有东西其实就泡汤。那因为其实感恩日这件事情，它真的是我们就是硬把它生出来的东西，它如果没有办，它也没有机会再补办。所以我那时候真的很担心说，如果真的台风来，我们应该就整个完全泡汤这样子。所以那时候其实我跟师母讲说，我有许一个愿，就是说，如果说就是徐老师这个比赛，如果真的让我就是顺利的办完的话，那就是以后师母这边要什么，我就是帮到底这样子，缺什么我就给什么，我就是一路帮到底。对啊，结果那天其实还蛮经典的，就是他那天台风第一个他就转向了，他真的就转向，对他转向了，然后那天票房也满，然后商品也卖光，然后那天晚上本来好像球队差不多快输的嘛，结果转了林奕璇他就打了一支再见全垒打，反正那个整个就是冥冥中就有安排好了。对啊，他整个赛事的不管是氛围，然后整个精彩度，其实我觉得那个真的是一个主题日的经典啊。对，对，所以其实这种事情很难说，对不对？好，比如说台风要来，结果什么事情都超出你想象中的顺利。对，所以达宏也是那个也在场，所以他办感恩的时候也是一路
见证对这个过程，呵呵，对啊。所以你那时候会不会也是蛮担心的，压力也很大？其实我不是办这个比赛的人，所以我们是球员，就是这样。这没差，对。哎，你们有什么事情可以等下录完影的时候在外面讲是没有关系，对不对？不是没有差，我是觉得说那个时候我们没有在顾到，我们就专心在比赛。了解，因为他身份那时候他扮演的角色不一样啦，对他就是要负责去呈现球场上的样子。对，那你是感觉上是这整个活动的成败。对，钟安，你为什么要偷笑？没有。可是那时候比赛的那个氛围，大家的那个凝聚力啊，就是就是很想要赢那种比赛那样子，对啊。其实我觉得有相辅相成，你越是压力大，他们也就力求表现啊，是不是？没有错。对，这是一个怎么输了要扣薪？怎么推给我呢？这是一个相互帮衬，好吗？大家，我们是相互帮衬，对不对？你也是需要他们，对我们，所以我们是相互帮衬。我觉得那天大家真的是有为了徐总这件事情，真是很努力在拼呐，那真的是感受得出来。我觉得大家真的都好棒哈，感觉上我前面做的这个3个大男人，然后这个很阳刚之气很重，可是事实上心里都有一块很柔软的那一面，对不对？比如这个协会发展到现在，我每次访问师母讲到他比较。哇，他很感动之处，他还是会落泪。有时候他每次只要讲到谁就伸出手来帮他的时候，他心里都会非常的感动，因为这就是一个单纯的给予跟单纯的协助。好，就像大家分享的，我可以从师母身上感觉到这个部分。对，所以其实师母有时候常常说，他其实好像快要撑不下去的时候，旁边就会有一个力量。所以你们也都扮演这样的一个力量啊！就听说你就是陪伴他，对不对？陪伴小天使，赵安是吗？陪伴贴心小天使，贴心自己讲。所以只要师母不开心或者有点沮丧的时候，你就陪他喝咖啡这样子。喝咖啡是比较机会比较少，因为他也忙。OK。因为他在从事就是接这个活动的时候，这协会。其实非常艰辛，大家也知道，我刚刚前面提到他是家庭主妇，其实他不了解这样的一个环境，不管是棒球圈，然后办活动，甚至你还要远征去跟各高雄市好去拜会，然后包含要跟陌生的厂商好去募款，对，这些他的那个压力是非常大的，没错，他常常会把这些事情扛在自己的肩上。那其实我常常讲说，你身边有这么多的这个志工，包含就是也有很多的球员，都可以帮你分担这件事情，就是在座的，就是他们2位啊，然后包含我刚刚讲的南区的永晴，还有很多的志工都是可以帮助师母你的，你不要把这些事情就揽在自己身上，我们都可以帮你分担一点。对，如果只是简单的这个文字的贴心的关心呐，对，没有到特别。喝咖啡的那些。不过师母有提到，只要是这样子，其实带给他的力量都是非常大的。因为其实有时候我觉得收到这些文字或是鼓励，代表你对他理解。对，你看就像猪公一样啊，对不对？他也舍不得，但是我刚刚在想说，你募款你也跟他募一下他猪公，所以也算是。其实他第一次也是跟我讲的，也是他第一个跟我说的。哦。对。因为他说钱比较多嘛，好好讲哦，好好讲哦，然后转队嘛，现在好好聊天，薪水那么高，对，好好你真的一直在讲，对啊，这是 Q 我。他说这薪水蛮高的，我想说，哎呀，薪水那么高，不然傻逼鼠姐姐这样子啊。我觉得至少说我们退下来的时候，我们是很想要帮助这个师母。是，我怎么觉得刚才他有在节目里面募款？的那种感觉，你真的是不愧是募款高手，真的是。对，不过我觉得其实我们大家在这个谈的过程当中，有时候其实大家比较欢乐的分享，可是事实上我们都知道，我们背后有一个比较严肃的理念在那一边，对不对？好，我们其实也是希望，Andy 在 Cafe 去做别人没有的，对，我们不要跟别人一样，对不对？这维凯也是很有这样的理念。对，应该说就是你说台湾的棒球缺资源嘛，其实大家一直以来认为的资源就是说可能缺手套啦，缺球具啦，缺钱。可是其实大家都看得到，就是你这些就不管是政府单位啦、企业，他们捐都捐什么？他们就捐手套、捐钱。那到底台湾的孩子们缺什么样的资源？那我觉得就是这个协会它原本的理念就是一个徐总的精神啊。那当然，我们希望就是说，我们如果可以做，我们希望做可以跟别人不一样的事情，
包含说从医疗这边来着手，从你的营养这边来着手，那至少我们可以给这些小朋友是跟人家不一样的东西。那我觉得这件事情对我们来说就很有意义，这样子。没错哈，到底又老马改老便宜又马改冇强咯，不如係医療來講，係應用來講吼，你大家先聊下，練下菜，你等下就來講。伊就咧繞強到上屆職工吼，係類似七生敏感亞球發展協會。你們三個真的是很像大男生呢。這個公狗西街跟上屆跟說搞來搞去吼，這個打來打去的，很像那個小朋友好，你們真的都有赤子之心哈。對。哦，是這樣。人家講到這個元素的時候，三個人就只能稍微小小點頭一下。回到上一段節目，其實我一開始有講到，就是說，其實現在的孩子們，就是說，在發展協會裡面，其實他們需要的，我覺得球具很重要啦，手套很重要啦，那些工具是肯定毋庸置疑的哈，經費也很重要。可是，在這些東西重要的同時，其實我們應該要注重別的協會可能沒有真的認真去注重，比如剛才你提到。醫療也好，營養也好，我們先講小朋友的營養好了。來，你身為球員，是小朋友營養很重要，對不對？非常重要，它可以幫助你，不管是身材也好啊，還有你一些運動的恢復也會很有幫助啊。所以其實運動員的飲食是不是應該要？應該說，我們小時候，我們那個時候是不會有這個東西出現的，但是現在因為很多資源都有了嘛，然後可以透過這個資源給小朋友的話，他們會。不管是身高也好啊，而且它會幫助他們技術會變得會提升的。對，我覺得運動員的培養是全方位的，對不對？它是一個全面，而不是說，你就去打球，好像只是體力跟技能的付出。可是這個體力跟技能的付出，其實非常多細微的東西。我覺得有時候我們看國外的球員就是這樣子，你看他們從營養，然後從身體復健，然後每一個訓練，他們其實就像是一個完整的套餐一樣。我覺得這也是我們在徐生明這個棒球少棒發展協會裡面，其實也是你們很注重的一環。對，比如說像家那個炸雞腿便當，不能每天吃吧？對，不能，是不是不能？你們可以打球一完畢，然後就去喝珍奶嗎？可以這樣嗎？還是每天喝珍奶？這是小朋友的問題啦，因為其實小朋友他不會去想說他要吃什麼才會均衡，有90%的小朋友都不可能會想這件事情。餓了就吃，餓了就吃，他喜歡吃什麼他就一直吃，他吃飯不喜歡吃青菜，他就一直吃肉，然後白飯配完，青菜就丟在那邊。是，這是每一個小朋友都會遇到的問題。對，偏鄉小朋友就沒有這個問題了。對，你家小朋友不會啊，你家小朋友吃得不好。哦，所以你家小朋友你家小朋友非常注重這個營養嗎？就是像球員這樣。有啊，這營養過度了。你有提供就是證券的照片嘛？就他等一下會秀在這邊，這樣子，覺得這種叫小朋友，均衡的代表。我覺得他們好像有什麼秘密是我們你跟都節目沒有講出來的哈。感覺上這三個人等一下好像這個結束之後還可以再錄一集另外一個討論的，對不對？而且我們通告費另外算。哇，這個我們收穫也太大了吧？對，少通告費我們可以得到很多秘辛哈。不過講到聊天，其實我們剛剛講到營養，其實醫療也是。是，對不對？好，其實有時候我們會跟醫生一起合作，營養師的合作室跟醫療的合作室。來，你們要不要分享一下像醫療這一塊？那舉例好了，比如說，他們知不知道怎麼保護自己？對不對？這個是最重要的，因為很多小朋友都不知道，只知道練習，他不知道自己怎麼保護自己。像有些人就是說啊，手痛要去冰敷啊，可是他都不知道說做一些小肌肉的訓練，它可以幫助你的，像冰敷是一樣的。對啊，他不知道怎麼去訓練，所以我覺得有很多東西就是可以幫助這些小朋友，可以給他們很多的資源在這邊。我再舉，其實之前訪問過醫師，他們有提到，就是說，其實受傷了不知道，你就沒有去做一個健全的、正確的醫療的復健，然後就造成他之後更嚴重。對啊，對，那這個就是他不是故意的哦，因為他不知道。像這個對球員是一輩子的傷害耶，對不對？很多投手都一樣，他本來手是直的，可是他一直都過度的訓練，他手都變得彎，伸不起來。是，對啊，因為他過度疲勞，他也不知道怎麼去保護自己，也不知道做什麼樣的訓練，做什麼樣的治療，他的手就來彎了。對啊，就會。但現在會影響他的技術哦。是，當然，那現在會了，對不對？我就說現在的球員怎樣，我們慢慢，我們非常要開始重視這一塊，對不對？但是以前我們不知道。所以球員協會在這個區塊方面做了比較多的這個扎根。
好，刚提到的就是营养，然后还有就是运动保健这些骨科李凤凯医师到偏乡去。那其实协会这边已经做了6、7年有了，跑了非常多的这个学校。那除了告知这个教练和学校老师也一起参与之外，你要怎么吃，你要怎么让选手在训练完后的恢复，对，那也让小朋友自己也懂得这些营养跟运动伤害的这个保健。那这是协会一直在致力去推动的。除了杯赛之外，那这2项其实也是师母一直觉得要持续去做下去的。然后刚刚有提到，就是说师母常常跑了很多的乡镇，台东也跑了。我这边分享一个小故事，就是因为师母常常会带林松凯医师还有吕美宝营养师到处去跑。那刚好有一年是他的生日，5月29号到台东忠孝国小，那个时候师母请我这边联系，然后我跟学校老师他们都很乐意。哇，徐生明协会，然后徐师母，像师母要来到我们学校，关心怎么会关心到我们这种偏乡的小学校？那其实学校都很开心。那我也请了台东县政府的这个专员来协助，然后送师母还有秘书长到忠孝国小。对，然后小小贴心是会告诉这个学校。说那天是师母的生日，那他们也很贴心，就是准备了生日蛋糕。好，那天做完这样的一个活动之后，他们也做这个帮师母做庆生。对，那师母也是蛮感动的。对，他有给我这样的一个回馈，我觉得这可能就是师母会持续做下去，然后看到小朋友这样子非常的开心。对，这是协会，我相信是协会愿意要持续做下去的这件事情。所以听钟安这样分享，其实我们做的不是点是渐渐的，你看他到台东对不对？我们其实不是只是我们自己的球队这样就好了，其实我们是要到每个地方去宣导这样的一个观念，对不对？我们刚刚讲营养也好，医疗保健的概念也好，而且这是走长远的路。其实你要成为，如果说运动员，就是说这个运动是成为你的职业生涯，你要走一辈子。那它其实就是这跟我们每个人的工作一样，它就是一个专业的训练，每一件事情都必须顾到这样子。我觉得这也是像现在就是说，我们有时候回到偏乡也好，我们必须承认一件事情，有时候会觉得说如果你没有什么事做，你就去打球好了。假设对不起我没错啊，尤其是不会唱歌的人去打球最好。原住民人家说天生就会唱歌嘛，对啊，会有分2派的人这样子。所以是不会唱歌的。对，我是一半一半的。所以你斜杠就对了，你不是可以唱歌又可以打球。对我觉得刚刚是用一个比较幽默的方式，可是这种概念有时候在偏乡其实还是难免会存在。你可能你不会唱歌，你去打球。你好像没有很喜欢念书，是不是？你去打球。其实我觉得我们要扭转这个概念，对不对？我们要同步来重视这件事情。是不是？而且我觉得书读得好，球又打得好，那是最好的。对啊，而且像我们以前小时候，其实说实话都没有很认真去上课，所以是读不好嘛。所以是读不好只知道因为我们那时候观念就是只有把球打好，可以打到职棒去的时候，可以帮助家里面的生活水平可以提升嘛，可以改善嘛，对啊。那时候就只有纯粹是打球，上课都在睡觉。可是所以我是这样走过来的嘛。我会希望说以后的小朋友真的是，不管是体育那个什么运动打得好，你功课要做得好。对，我刚刚听到一个很关键的其实我去打球是为了改善家里经济。是，对我觉得其实我们其实也是慢慢希望可以这个整个在扭转这样的一个观念跟这个过程啦，对不对？其实就像刚刚达宏讲的要并重。我觉得我们节目真的过得很快，感觉上好像越来越多的事情可以聊。我们先讲一下其实打球开心还是很重要的，对你要很 enjoy 在这个活动里面，对不对？我们是不是听说你有自己的 YouTube 频道？有，其实可以间接延续我刚刚说的一样，就是我用这个频道是让人家知道说，每个守备位置都可以，你去可以看影片，然后可以知道说了解棒球，知道这些细腻度。因为我请的来宾几乎都是职棒的选手，然后可以让他，比方说我想要完成就是你捕手、投手每个野手都可以有的影片那样子。好棒哦！对。然后希望大家可以到 YouTube 去打达宏那一封，达宏是我本来的名字，其实我叫达宏啊，达宏他是球迷给我说的达宏那样拿尼凤是我原住民的郑家的意思，因为我姓郑嘛，所以我就用达宏拿尼凤这样子。哇，原来是有这个谐音在里面，对不对？
哇，太棒了哈！所以所有感应系讲对热气有兴趣，其实走在一看一下打红改 YouTube 改拼头，我觉得一样是学习非常多哈。哎，节目的最后我也要来分享一个知识，好，这是你客家人哈，我让乡亲们来分享哈。你讲人腔里出善变杀律，好像有点难哈。好，来跟大家教学一下哈。你们3个人，复述你这样可以。不要这样哈，因为这个是我们的俗谚语啦，意思就是说，其实人到最后好像你已经不是指穷困，就是你好像到最后你好像觉得没有路了，已经到尽头了。可是这个时候其实大家不要放弃，就像徐总的精神，其实那个力量会在那个时候其实会源源的流出哈。我们用现在比较讲话，就好像肾上腺素分泌哈，好，或者是像你刚刚讲那个感恩日，其实它还是有那样的一个力量，就像是说，你说那个。他接的就是说，比如说像山崩的时候，那些石头掉下，意思就是那个力量其实有时候是那个时候的一个关键一个震动，所以大家还是要有一个永不放弃的精神哈。好，了解老乡亲朋友分享今日的锣鼓念你哈，有觉得很难吗？好，很难，对，看起来3个人全部都安静了，对。节目的最后，让大家来再提醒一次，你们知道我们这一次的这个少棒转播的时间哈？11月30下午1点半。这样哈，对哈，没错哈，哇，你们刚刚那样子吓得我一跳。我们再次到空气杯来提醒一下，时间嘅上面是好改，下9点半，你有270岁敏感，你个少蹦改这个比赛改转播哈，所以所有改朋友大家听从会记得的收看哈。所以今天真的非常开心，可以邀请到我们所谓的。绝对不会生锈的大螺丝钉的这个幕后英雄哈，志工，然后这边让台高的分享哈，希望我们大家一起坚持下去，去织那个网络，让它越织越密，然后越来越紧，这样子。好的，好，下次有机会再邀请大家一起来上节目。走的好，来感谢，谢谢。好，你今每个节目都了解，希望大家谈到动作改故事，天天好来做嘛，来做认同了。中戏福喜乐界所有嘅朋友會記得去到福喜樂界面書傾站，還有聽嘅你客家電視嘅 YouTube 片頭，讓你嘅影片呢分享出去哦，感謝大家。